如果你正值70岁，或者你的亲人正步入这个年纪，请千万不要离开这支影片，就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，在这个阶段可能会让健康迅速崩塌。我想和你分享一个真相：70到79岁是我们医学界所说的寿命关键期。根据我们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，每10位高龄住院患者中，就有7位是因为慢性病没有好好控制而入院的。这个数字让我每次看到都心痛不已。你知道吗？我常常把这个年纪的身体比喻成一根2头燃烧的蜡烛，如果你不用正确的方式呵护它，那光亮熄灭的速度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快。我在急诊室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，明明前一天还好好的，第2天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而送进了加护病房。那种家属的眼泪和懊悔真的让人心碎。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只要你愿意调整这10个生活习惯，活到100岁真的不再是梦想。这些不是什么昂贵的药物，也不是复杂的治疗，而是你每天都能做到的简单改变。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完，因为如果你错过了，可能就错过了拯救自己或亲人的机会。请让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收看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提出任何你可能有的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优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0。让我先从最简单但最容易被忽略的习惯开始说起。这个习惯救了我一位72岁的病人，而他用的方法简单到你不敢相信，就只是水。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，陈先生被家人紧急送到急诊室，他当时意识模糊，右侧身体完全无法动弹，所有迹象都指向脑中风。在详细检查后，我们发现他的血液浓稠度异常地高，就像蜂蜜一样粘稠。当我问他的太太平时的生活习惯时，他说：医生，我先生每天早上起床后都直接去上班，从来不喝水的。他说他不渴，不需要喝。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沉，你知道吗？经过1整夜的睡眠，我们的身体已经流失了大约500毫升的水分。这些水分是通过呼吸排汗自然流失的。当水分不足时，血液就会变得浓稠，就像高速公路上塞满了车子一样，血液流动变慢，心脏就必须更用力的工作才能把血液送到全身。而对于7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，这个负担可能就是压垮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常常用这样的比喻来解释，血液就像是运输车，负责把氧气和营养送到全身各处，而肾脏就像是过滤站，负责把血液中的废物清理前进。如果水分不够，这些废物就会堆积在身体里，肾脏的负担就是越来越重，最终可能导致肾功能衰退。所以我给所有长者的第一个建议就是，每天早上起床后，先慢慢喝下300毫升的温开水。注意，是温开水，不是冰水，也不是热水，温度大，约在35到40度之间，就是用手摸起来微微温热的感觉。这杯水就像是唤醒身体的闹钟，它会温柔地告诉你的器官早安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让我们一起好好工作吧。这就是我说的生命之水，是每天早晨拯救你心脏和血管的第一道防线。如果你能从今天开始，每个早晨都用这杯温水迎接新的一天，你的心脏会感谢你的。接下来，我想和你分享第二个重要的秘诀。这个秘诀关于你每天吃进肚子里的食物。我有一位病人，林太太，今年75岁了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血糖、血脂、血压全都超标，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很差，走几步路就喘。她告诉我，她每天早餐都吃得很丰盛，白馒头、油条、豆浆，分量都很大，因为她觉得早餐要吃得饱，一天才有力气。但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她吃的都是精致淀粉，缺乏纤维和营养。我建议她改变早餐的内容，开始吃糙米、燕麦、小米熬成的五谷粥。刚开始她还有点抗拒，觉得口感没有白粥软，也没有白馒头那么香。但我告诉她，哈佛大学有一项长达14年的研究，追踪了超过10万人，结果发现每天吃全谷类食物的人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20%，死亡率也明显下降。这些数据不是我编造的，而是经过严谨科学验证的事实。我常常把这碗五谷粥比喻成血管的清道夫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的血管就像家里的水管，用久了总会有一些油垢和杂质附着在管壁上，而全谷类的纤维就像是一把小刷子，每次经过都会帮你刷掉一些堆积的废物，让血管保持畅通。除了改变食物的种类，我还教他3个饮食的黄金原则。第一，食物要容易消化。70岁以后，我们的消化功能已经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，所以尽量选择粥、汤、炖煮过的食物，减少油炸和烧烤。第二，7，分饱就好。我们的胃就像一个气球，如果每次都充到饱满，久了弹性就会变差。吃到7分饱，既能摄取足够的营养，又不会增加肠胃的负担。第三，要补充足够的钙质和晒太阳。钙质可以从豆制品、深绿色蔬菜、小鱼钱中获得，而维生素 D 则需要每天晒15到20分钟的太阳来合成。3个月后，林太太回诊的时候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她的血糖稳定了，血脂降了，血压也控制得很好，整个人走路都有风。她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刘医生，谢谢你教我这些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每一餐饭都是我在告诉我的身体，我还想和你一起走下去，再陪伴家人30年。”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，也让我更确定，正确的饮食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健康和人生。说完了吃，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动。很多长者会觉得，年纪大了就该多休息，不要乱动，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适度的运动不仅不会伤身，反而是延缓衰老最好的良药。我想跟你分享张伯伯的故事。张伯伯今年78岁，但你如果在路上看到他，绝对会以为他只有60出头。他每天早上都会到公园快走7000步，风雨无阻。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坚持，他笑着说：“刘医生啊，我可不想躺在床上动不了，给孩子们添麻烦，我要自己走进医院做检查，而不是被抬进去。
这句话让我非常敬佩。运动对70岁以上的人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首先，它能强化心肺功能，心脏就像一个帮浦，需要经常使用才能保持弹性和力量。当你走路的时候，心跳会稍微加快，血液循环变好，氧气就能更有效地送到全身。其次，运动可以增强骨质密度。70岁后，骨质流失的特别快，很容易发生骨折。但如果你能每天走路，承重运动会刺激骨骼生长，减缓骨质疏松的速度。而且运动还有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好处，它会让你的大脑分泌多巴胺，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快乐和满足的神经传导物质。很多长者会感到忧郁、失眠，其实就是因为大脑缺乏这个种物质。当你运动的时候，身体会自然产生这些快乐荷尔蒙，让你心情变好，睡眠品质也会改善。我不是要你去跑马拉松或做激烈运动，对7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快走是最理想的运动方式。如果你觉得7000步太多，那就从3000步开始。记住，就算只是走3000步，也比整天坐在沙发上好太多了。每一步都是在往长寿的道路上前进，每一步都是在告诉身体，我还年轻，我还有活力。运动不需要很复杂，也不需要特别的装备，穿一双舒适的鞋子，选一个空气好的地方，慢慢的走，感受阳光，感受微风，这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。讲完了水、食物和运动，接下来我要谈一个很多人会忽略但非常重要的事情：定期健康检查。我常常把70岁以后的身体比喻成一台使用了70年的车子，这台车陪你走过无数的路程，经历了风雨，现在的每一个零件都已经磨损了，你会定期把车子送去保养检查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不定期检查自己的身体呢？健康检查包括哪些项目呢？首先是心脏功能检查，包括心电图和心脏超音波，看看心脏有没有肥大，瓣膜有没有问题。其次是肝肾功能检查，透过抽血可以知道肝脏和肾脏的运作是否正常。再来是血脂、血糖、血压的检测，这三高如果不控制好，就像埋在身体里的未爆弹，随时可能引发中风或心肌梗塞。我有一位病人王伯伯，他从来不去做健康检查，觉得自己没有不舒服就代表很健康，直到有一天突然昏倒送医，我们才发现他的肾功能已经衰退到只剩下30%，必须立刻开始透析治疗。王伯伯当时非常后悔，他说：“如果我早一点检查，早一点发现，是不是就不用洗肾了？”这句话让我听了很难过，因为他说的没错，健康检查就像汽车仪表板上的警示灯，当灯亮起的时候，代表有零件需要注意了。如果你及早发现问题，就能及早处理，避免小病拖成大病。我建议70岁以上的长者每年至少做一次完整的健康检查，这不只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家人。因为当你健健康康的，家人才能安心，才不会担心。知道得早，就能治疗得早。今天的主动检查，就是送给子孙最好的礼物，因为你的健康就是全家人的幸福。谈完了身体的照顾，现在我想跟你聊聊心理和社交的重要性。
我认识一位病人，吴奶奶，今年74岁。5年前她的先生过世后，她整个人变得很沉默，不愿意出门，每天就是待在家里看电视。2个女儿很担心她，常常来问我该怎么办。我建议吴奶奶去社区大学上书法课。刚开始她很抗拒，说自己年纪大了学不会，但在女儿的鼓励下，她还是去试试看了。结果你猜怎么样？3个月后，吴奶奶整个人都变了。她每周都很期待去上课，课后还会和同学们一起去喝茶聊天。她告诉我，刘医生，我本来以为人生到这个里就结束了，没想到还能交到这么多新朋友，学到新东西。现在我每天都过得很充实，很开心。这就是社交的力量。很多研究都证实，保持社交活动可以降低忧郁症和失智症的风险。当你和别人互动的时候，大脑会保持活跃，记忆力也会变好，而且和朋友聊天、分享生活，会让人感到被需要、被关心。这种感觉对心理健康非常重要。我知道，失去老伴或老朋友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，但是生命还在继续，你还有机会创造新的回忆，结交新的朋友。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，走出去，参加社区活动、长青学院、志工服务，你会发现世界还是很美好的。有时候，一个下午和老友的茶叙，胜过100颗保健品。因为真正的健康，不只是身体没有病痛，更是心理上的满足和快乐。除了社交，保持好心情也是长寿的关键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身体会老是自然规律，但心可以永远年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要老是想着自己老了、不中用了、什么都做不了。这个种负面的想法会释放压力荷尔蒙，影响免疫系统，让身体更容易生病。我建议你换个角度看待年龄，70岁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你已经完成了人生大部分的责任和义务。现在是时候好好享受生活了，不要再和别人比较，不要再为了别人的期待而活。珍惜你现在还拥有的，能走路、能吃饭、能看见阳光、能听见鸟叫，这些看似平凡的事情，其实都是珍贵的礼物。我有一位病人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说，刘医生，我现在每天早上起床，都会感谢上天又给了我1天的时间。我走得慢了，但我可以停下来看夕阳。我听不太清楚了，但我可以更专注地看孙子的笑容。这不是失去，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去感受生活。这就是智慧。当你学会微笑面对皱纹、白发和缓慢的步伐，你就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意义。好心情不是天生的，而是一种选择，选择感恩，选择放下，选择活在当下。这是70岁后最重要的人生功课。懂得对着皱纹微笑的人，才是真正领悟生命智慧的人。接下来，我要讲一个很多人不重视但却非常危险的问题：跌倒。你可能会想，跌倒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年轻人跌倒爬起来就好了啊！但对7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，跌倒可能是致命的。我在急诊室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：老人家在浴室滑倒，髋骨骨折，开刀后因胃长期卧床引发肺炎、褥疮，
最后引发多重器官衰竭而离世。一次看似简单的跌倒，却成了压倒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为什么长者这么容易跌倒呢？原因有很多。首先，平衡感变差了，控制平衡的前庭系统和小脑功能随着年龄退化，反应也变慢了。其次，视力下降，看不清楚地上的障碍物，就容易绊倒。再来，肌肉力量减弱，腿没力气，一个踉跄就站不稳，还有药物的副作用。有些降血压药或安眠药会让人头晕，增加跌倒的风险。那要怎么预防呢？我建议从居家环境改善开始，浴室一定要加装防滑垫和扶手，这两样东西可以救你一命。走廊和楼梯要保持明亮，最好装感应式夜灯。半夜起床上厕所才不会摸黑跌倒。地板上不要有电线或杂物，保持动线畅通。家具的锐角可以包上防撞条，万一不小心撞到也不会受伤太严重。鞋子也很重要，要选底部有指滑纹路、包覆性好的鞋子。拖鞋最好不要穿，因为很容易脱落。另外，如果你有在吃降血压药，起床时不要太快，先在床边坐一下，等头不晕了再站起来。我在这里特别想呼吁正在看影片的你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资讯对你有帮助，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你的朋友，因为预防跌倒真的太重要了。这不是小事，而是攸关生命的大事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跌倒，但每个人都可以预防跌倒。这一个点击的用心，可能就救了一条命。说到这里，我还想提醒你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健康关键——口腔卫生。古人说“病从口入”，这一句话真的很有道理。很多长者因为牙齿不好，就随便乱咬或吞咽食物，没有好好咀嚼。你知道吗？咀嚼是消化的第一步。如果食物没有被充分咬碎，到了胃里就很难消化，营养也无法好好吸收，长期下来就会造成营养不良、免疫力下降，身体越来越虚弱。而且牙周病和全身健康也有关系。研究发现，严重的牙周病会增加心脏病、中风、糖尿病的风险。这是因为牙周的细菌会透过血液循环跑到全身，引发慢性发炎反应。所以照顾好牙齿，不只是为了能好好吃饭，更是为了保护全身的健康。我建议70岁以上的长者，每半年要去牙科诊所检查一次，如果有装假牙，更要注意清洁和保养。假牙要每天取下来刷洗，用专门的假牙清洁剂浸泡，不能只是用水冲一冲就算了。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假牙拿下来，让牙啃休息，否则长期压迫会造成牙啃萎缩，假牙就会越来越不合。如果你的牙齿还在，那更要好好保护，每天至少刷牙2次，用牙线清洁牙缝，定期洗牙去除牙结石。不要觉得年纪大了就不需要照顾牙齿，恰恰相反，越是年纪大，越要重视口腔健康，能够咬碎每一粒米饭，就是把健康牢牢握在手中。讲了这么多白天要注意的事情，现在来谈谈晚上最重要的活动——睡觉。很多长者会抱怨睡不好，半夜常常醒来，
或是很早就醒了，睡不回去，这其实和年纪有关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褪黑激素分泌减少，睡眠结构改变，深层睡眠的时间变短了。但这不代表你就该放弃追求好的睡眠品质。为什么睡眠这么重要？因为睡觉的时候，身体会进行修复工作，生长激素会分泌，帮助细胞更新，免疫细胞会变得更活跃，清除体内的废物和异常细胞。大脑也会趁这个时候整理记忆，清除代谢废物。如果长期睡不好，这些修复工作就无法完成，身体就会慢慢出问题。那要怎么改善睡眠呢？首先，睡前1小时不要看手机或电视，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分泌，让大脑误以为还是白天，就会睡不着。其次，可以在睡前用温水泡脚15分钟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身体放松。再来，练习腹式呼吸，躺在床上，慢慢的用鼻子吸气，让肚子鼓起来，然后慢慢的用嘴巴吐气，让肚子凹下去，重复10次，可以帮助你平静下来，更容易入睡。卧室的环境也很重要，要保持安静、黑暗、凉爽，温度大约在20到22度，最适合睡眠。如果怕吵，可以戴耳塞；如果怕光，可以戴眼罩或装遮光窗帘。我常说，睡眠是身体进场保养的时间，每天晚上好好睡一觉，就是给身体最好的礼物。好的睡眠不用花钱，却是最珍贵的补品。每一夜安稳的睡眠，都是在为明天的健康存款。最后，我想谈谈一个很重要，但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话题——慢性病管理。到了70岁，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些慢性病，像是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、心脏病等等。很多人会觉得很沮丧，觉得自己这个辈子都要跟药物为伍了。但我想告诉你一个观念：慢性病不是敌人，而是你的生活伙伴。重点不是消灭它，而是学会跟它和平共处。什么叫做和平共处？就是好好控制它，不让它恶化。很多病人会问我，医生，我能不能不要吃药？我听说吃太多药对身体不好。我的回答是，不吃药让病情恶化，对身体更不好。我曾经有一位病人，他有高血压和糖尿病，但他觉得自己没有不舒服，就自己停药了。结果3个月后，他突然中风，半身不遂。送来医院时，已经错过黄金治疗期。他躺在病床上，流珠泪跟我说：“刘医生，我后悔了。如果我有乖乖吃药，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这样？”这个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也成为我不断提醒病人的动力。所以我要很严肃地告诉你，如果医生开药给你，请一定要按时吃，不要因为觉得好一点就自己停药，也不要因为朋友说什么偏方有效就放弃正规治疗。慢性病需要长期控制，就像开车要一直握着方向盘一样，一放手就可能出事。定期回诊也很重要，医生会根据你的检查报告调整药物，确保病情稳定。不要觉得回诊很麻烦，这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。记住，慢性病就像是一只需要被驯服的野兽，你要用正确的方法对待它，它才不会伤害你。今天好好照顾病情，就是守护明天的健康。说了这么多，
让我来为今天的内容做个总结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，我要先谢谢你的耐心。这10个习惯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只要你愿意坚持，它们真的可以改变你的人生。让我再快速复习一次。第一，每天早上起床喝300毫升的温开水。第二，改吃全谷类食物，遵守7分饱原则。第三，每天走路至少3000步。第四，每年做1次完整的健康检查。第五，保持社交活动，多和朋友互动。第六，保持好心情，学会感恩和放下。第七，改善居家环境，预防跌倒。第八，注重口腔卫生，定期看牙医。第九，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。第10，好好管理慢性病，按时吃药和回诊。我想跟你说，70到79岁不是一座无法跨越的高山，而是一段可以重生的坡道。只要你愿意改变，愿意用心照顾自己，100岁真的不是梦想。我见过太多病人因为改变了生活习惯，重新找回健康和活力。你也可以做到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分享给更多的长者，让更多人知道如何健康的老去。也请你按下订阅和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健康资讯。我是刘医生，很高兴能陪伴你走过这段健康之旅。记住，照顾好自己，就是给家人最好的爱。我们下次见，祝福你健康长寿，平安喜乐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